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发动围台军演，公是要对台独甲外部干涉势力提出严重的警告。川普甲迪伦斯基等见面，嘛先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讲电话，表示讲和平计划的草案已经协议到成，按说1月做最后的定案。网络不少 AI 做的假医生的影片，放上错误的健康知识甲治疗的方法，各有民众防骗。为何曝光会来讨论看要安怎处理？来看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要展开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早起嘛发动围台军演，进行海空战备警巡等演练，明仔载会阁进行实弹射击。咱国总统府是表达强烈谴责，嘛批评中共破坏台海的安全甲稳定。咱的国防部嘛已经成立应变中心，要来进行备战的操演，嘛发布坚论台湾坚定守护的宣传影片，强调讲国军会捍卫主权，保护人民。献击多项抵近台岛，驻军兵种联合突击，旨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永华经济恶化，中共部已宣布对台湾发动军演至到用心大户，正义使命2025演习出动陆海空三军火箭军，将对台湾北部、西南、东南、东部搭住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遥港遥遥防控、外线立体协助等项目，各有各30会对台湾周边围定5区进行实弹射击。台湾军机你已进入我演习空域，影响我正常飞行，请立即离开。中共军机透早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佮要求咱的战机离开，行为正嚣摆。针对中共军演，总统府表达强烈谴责，发声中共理性处置，唔通做麻烦制造者。国军甲国安单位也事先甲全面掌控，做好万全准备。捍卫民主自由不是挑衅，中华民国的存在不是侵略者破坏现状的借口。中共此次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更坐实其侵略者的本质，是最大的和平破坏者。空军地勤关键挂弹战机伫岸当中紧急升空捍卫领空。海军真正早船南错海赶向大海前线，卫兵眼看到雷达已经锁定，飞弹太平发射，无要互强弹超过一步。陆军战架车为各自营区出发到战术位置，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执行直接战备操演，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另外，前一日台北市长蒋万才伫上社论坛，致辞仰望大海，莫过波涛甲呼啸，想要到前卡离开，共军后卡就发动围台军演。陆委会批评这是中共精心设计两手策略。任何造成区域冲突升高的行为，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蒋万安市长刚结束双城论坛，离开上海，马上中共解放军就展开绕台军演，为什么时机配合得这么巧？这个不管时间点有没有刚好啦，大陆对台湾的演习，台湾人民其实都不喜欢的啦。除了朝野拢在谴责，地位也关心中共军演甲实弹射击可能对台湾周边的航运、海运造成偌大影响。该准备的替代的航路，我们正在盘点跟准备当中。中共军演恐也造成航班大乱，陈世凯表示，为避免影响，交通部咧盘点替代航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赖清德接受电视台专访，地点是专门建立南投一座国防部军备局209兵工厂，这是专门咧生产分霸铁架车的基地。总统强调国防自主的重要性，嘛讲若有任何传出投降的消息，拢是假消息。总统嘛表示讲，只有靠实力才有法度讲和平。和节目主持人做伙加入国防部军备局209兵工厂，总统赖清德这回接受专访，调工无选伫摄影棚，也是总统府，等到是加入军工的现场，要让台湾人实际感受到国防武算不是一组数字，是实际投入战备甲3零。到目前为止，他还不够这个实力嘛？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自满，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持续增加我们的防护力量，我们要持续提高我们这个豪猪的这个力道。
讲到国防自主，总统赖清德表示，要提悬力头，必须爱展现高度防卫决心，才通甲中国下好调。而且强调，中国伫侵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散布假消息，互咱民心士气拢散去。在整个中国侵犯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消息说我投降，那绝对是假消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进前嘛要强调相关的对待立场。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进，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赖清德解说，和平是无价，战争无人会赢，不过和平一定要靠实力才通得到，袂当靠一张协议尔尔。我身为总统兼三军统帅，我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跟区域的和平稳定，不让战争发生。那边赢第4届主动国防特别条例，而且要求赖清德去到立法院报告备询。赖清德互人问到这个议题时阵，表示伊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政报告，不过随问随应已经违宪，问题要解，要着那边赢有动作。记者综合报道。连咪就是元旦哦，说来就是春节连假，交通部要求铁公路、机场、港口拢爱加强维安，嘛爱加强应变。嘛讲目前哦，评估透过 AI 来协助找出民众异常的行为，还是讲环境的变化。有立委嘛讲，台北车头顶一届大规模的防灾演习已经是2019年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讲，会来检讨演习的频率、甲通报的机制，嘛按算讲明年的1月会来进行联合防灾的演练。往年底路正紧，就是元旦，刷来也有旧历过年，真侪人拢有出门佚佗，也是回乡的拍算。民众也拢真关注大众运输的维安议题。8月交通部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立委陈素月指出，应该像捷运代替和高铁站，较罕伫针对随机攻击去做防灾演练，要求交通部按改善。对于这种恐怖攻击的状况，好像还没有模拟演练过哈。是报告委员，其实有模拟演练过，但是频率上面确实是比较少了哈。我们是针对水灾、火灾等等的一些灾害的状况，我们有时常在模拟演练，但是对于人为的攻击的部分，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加强的。另外，针对这届台北随机台人的案件，也有民众党立委林国成认为，虽然讲像发生紧急状况的时，车厢内底拢有警铃通知，站务人员随着通了解状况，也毋过车站内底的警铃有关无够。交通部表示，针对明年1月底台北车站的联合防灾演练，会加入去讨论，把它联合起来，知道24小时这里有紧急事故，马上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部长，要不要研议一下？例如说北车这么大的一个量体的状况底下，它的密度上到底够不够？这个我们来检讨哈。那1月底，也就是明年的1月底哈，我们会办一个北车的联合防灾的演练。有国民党立委指出，亲像台北车站这款结合无共运输系统的大型车站，主管单位侪分工复杂，嘛去延误着互相沟通的时间。交通部表示，会改善紧急事件通报的流程，嘛针对元旦甲春节连假提出6大精进措施，包括强化评估科技监控和警示，也能像台北车站这款重点交通站，因应假日的人潮，也会加强门禁管制和加派警察，也有保全力量等等。记者卢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拢有淡薄仔回升哦，也毋过明仔载会阁变寒咯。气象署是表示讲，拜2、拜3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会阁湿阁冷哦。元旦有大陆冷气团，所以初2、初3会阁降温，北部上低温哦，恐惊只有11度。拜1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不过气象署表示，接落来会有东北季风落南。拜2、拜3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较低，水汽也会增加，正好面会有雨。31跨年暗，气象署提醒，有要伫北部参加跨年活动的民众，爱穿雨靴，嘛建议爱擦雨伞、雨伞。预计一直持续到跨年夜，包括元旦。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容易有阴天、雨天的天气哦，尤其是在基隆北岸、双北的山区，可能雨势呢会比较大一些些。这当中又有新竹以北、宜兰的降雨呢是比较持续的，那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则是比较零星的降雨。除了拜2东北季风增强，气象署讲拜4元旦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初2、初3是温度上低2天，要到初4天气才会转好，温度也会慢慢回升。中部以北跟宜兰
低温将下探到10到12度左右，南部、花东还有澎湖大概在13到14度，金门、马祖温度更低，可以来到7到9度左右哦。那2号跟3号会是这一波冷气团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提醒，这礼拜爱注意温度降低，衫爱穿好少。啊，若有要去关山的民众，也爱注意安全，因为低温的关系，路面有可能会结冰。这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因为水汽看起来无够，所以关山落雪的机会会较低。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今仔透早2点外，台中的潭子有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火烧，厝内有一对爸仔囝，90多岁爸爸因为是住伫1楼，消防队真紧就把人救出来。住伫2楼66岁后生不幸过往，爸爸甲厝边拢讲有听到爆破的声，听导火原因是爱个调查。黑烟对2楼别兰达直直冲出来，台中市潭子区和平路巷仔内，2到半暝2点外，拄到火劫，上队接到通知，赶紧出动20架消防车来到现场。消防员赶紧用水龙拍火，搁用家私破坏1楼的门户，看到94岁4年的阿公意识清楚，紧甲救出来。伫倒火迄阵，阿公是家己一个踮1楼困，伊的后生也是66岁的厝主，嘛是家己一个踮2楼困。迄时伫2点45爆发，上队伫2楼看到厝主的时，伊已经死亡。看的时候发现已经开始着火了啊！那时候已经火冒出那个铁的。就是晒衣服的那种铁架外面的，对，然后就赶快敲门，然后顺便报警这样。进到2楼就是燃烧的房间，然后目前是后续看到的是罹难者是在他的床上，然后没有其他逃生迹象。2到早起现场已经用封锁线封锁，迄调人员来到现场搜证。4年的阿公心情平静，伊讲半暝有听到乒乒叫，也毋过毋知影是啥物声。我起来要消防队要咧记门咧，啊伊嘛伊家己坐咧困尔，啊因某查某囝生囝去做伙啦。消防局表示讲，这间厝体是3楼起厝顶嵌铁片的透天厝，倒火点是伫2楼4年的厝主房间，小团面积大概10平方米，详细倒火原因搁会调查。其他的家属早起嘛来到现场了解状况，后续老阿公会由区公所协助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有驾驶食毒塞车，顶拜六下晡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驶水走来的车，伫新北市邦桥的溪头街驶颠倒向，搁失控去弄到路边7台奥多摆，有一个等下看奥多摆的驾驶嘛互弄到。虽然驾驶是讲伊路无熟，伫看手机的地图无细力去踏着油门，也毋过警方调查是发现讲伊若无驾照，搁验出有食毒。被车登入巷仔，颠倒向西地路半路停落来，佮继续驶，再去煞失控步冲，弄到路边真侪台汽车，看车的汽车骑士也被当场弄到，倒地练几啊练，佮一摆徛起来行路摆卡。他是乘客对不对？所以车上只有你。警方接到报案几分钟了，赶到现场，调查30岁查甫人讲是路放无熟咧看导航，无细致落到油门。啊，不过关警初步调查发现无驾照，检测了后，佫验出食毒塞车。嘣一声，好大声啊！我们在这里就有听到很大声啊。我说，没有驾照呢，怎么租啊？朋友租给他的这样。听到出来，是车祸，那边警察人很多，救护车载我出去。等现场车头损毁变形，而且车壳受损，车牌也弄猫落去。有7台机车，车祸地点就伫新北市邦桥区的溪头街。肇事姓的驾驶驶查某朋友租的车，伫27日下晡4点发生自动车祸，佮互一个技师身躯真侪所在刺伤，倒手骨折。查黄男酒测值为0，为精神状态不佳，经施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验，结果为阳性反应。这驾驶毒品前科，即摆包含无照驶车、颠倒向驶车、食毒驶车，互警方依照道交条例这段起罚，各罚超过15万，各牵涉犯过是伤害公共危险毒品条例，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一帮假球案被判刑的嘉义县议员蔡正宜，和检方指控讲，伊甲中国籍看守2020年开始，透过非法的跋筊集团洗钱。4年来过手的钱是超过新台币225亿哦。蔡正宜伫要出国进前就封掠起来羁押，高雄桥仔头地检署今仔是起诉伊等5个人，即个蔡正宜是互具体求刑10档，另外有7个人嘛互发布通缉。
叫什么名字？里面还有谁？高雄市环境专副总秘来到高山一栋大楼调查洗钱案，警方表示，因接到线报，讲家己县议员蔡正基甲伊中国籍姓董的牵手，伫高雄设点跨国洗钱。警方对5月起隆重发动5届敲锤，小抓抓到客服人员甲集团的干部。警方讲，隆重查到14名嫌犯，有7个人港去国外已经发布通缉。蔡正基翁仔埔伫幕后指挥，安排家己人做干部，然后找少年仔来训练，顺便爱见看朋友来做。高薪、轻松、免经验工作为号召，招募年轻人协助境外博弈、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斗阵摆甲满满的证物，包括手机啊、金融卡、还有牌影等等，拢是这个集团的犯罪工具甲不法收入。检方对5月开始办案，蔡正基8月底准备去国外，伫机场去互警方抓落来。不过因某自5月出国，敢若拢也未转来，已经互警方通缉。检方强调，蔡正基翁仔某伫国外成立据点，透过跋筊背带来洗钱，规个集团的运作分工有路。初步估计4年来洗钱的金额超过新台币225亿，不法收入大约2亿。扣押蔡某、唐某夫妻所持有爱马仕、香奈儿精品包85个，劳力士名表1只，不动产及现金总价值17441万余元。检方强调，蔡正基一直无承认犯案，甲所有代志拢撒互因某，犯后的态度互人无法度认同。经过4个月追查，29侦查结束，按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对蔡正基等5人起诉，其中蔡正基具体求刑10年。记者郭家祖、赵勇高雄场报道。来看台北市的祥和病院，有一个离职的查某医师指控讲，伊的主管捌对真侪个查某同事骹来手来，佮要求有新的医师得爱值美班。伊不满讲病院只记这医师一支小告，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嘛认为，目前的制度可能有空隙。病院是强调讲，拢有依照程序来处理，嘛讲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审查，无方便加讲。病院本来应该是守护生命所在，也毋过即马双方积极，安怎连徛伫第一线的医师拢无法度互好好的保护？祥和病院有女医师出面指控，主管除了强迫有新的医师伫夜班，也歹对多位女性同情建议甲肢体性骚扰，登记存出离个手。有人在麻醉苏醒时、意识模糊时，被他用双手报复的方式摸手；有人在密闭的办公室里被强行摸手，长时间的手摩擦手部，还被说你的手比我的还温暖，这些恶心的话语。受害女医师已经离职，伫工会陪同出面指控，涉及院方对涉案人员的顶处，只记小过一摆，却无对外说明调查过程甲处理依据。工会也指出，涉案医师即马有缘担任所属医学会重要职务，掌握学术资源甲权力，恐惊互更较侪少年医师受害。即马制度有缘有检讨空间。如果说今天你有违反医师伦理的状况，最严重是要被移付惩戒。移付惩戒当然就会出现在卫福部现在我们俗称的朗医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那现在大家有看到吗？当然没有看到。那中间这个环断在了哪里？祥和病院发布文字声明，保证稳定，也是暗号，强调任何涉及性病加职场性骚扰，拢会秉持零容忍的原则，爱兼顾当事人军事保护加刑事正义，所以无对外公开个案细节。申诉案成立了后，8月28已经下度被申诉人的主管职务加定处，加当地正式转移公告。因为事件正伫司法程序，无方便就个案内容做评论还是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清水有一个民众因为拾袂到粪扫车跋一倒，足唔甘愿哦，所以就摕刀去找清洁队员要理论。这个嫌犯哦，嘛已经互警方移送法办哦。这四出来查甫人摕西瓜刀走出来，想要找清洁队员理论，当时队员秘伫车顶翕到这个恐怖的情形，并且报警。警方到现场了后，随个抓到的查甫人抓起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随即启动优势警力赶捕现场。现场及时将蔡贤以现行犯逮捕到案。代志发生第27早时11点外，台中清水新清路这条巷仔，64岁姓帅查甫人提藏着西瓜刀，看到清水区清洁队的粪扫车到位时，刀摕出来，讲要找姓王的队员，情绪也真激动。
原因是因为26伊倒粪扫时阵无赶到即个粪扫车，结果家己也跋一倒。伊去跋倒啦。跋倒喷喘啊啥，我咧甲伊讲个就烧声啦。我当诚气的款啦。这个几摆咯，斗办嘛等会着着嘛，啊哪会讲是伊咧等无着？也若清洁队员方讲叫代志，定定听到。以中台湾来讲，像是南投德山，有民众因为无确实分类这粪扫，清洁队员甲苦劝，并且请伊提转去，扣钱互伊骂，甚至要甲踢。分林是伫今年5月，分别伫水南甲斗南拢各有一站。也若台中是头一摆发生。清洁队是讲，除了加强宣导动人敌群的安全以外，也呼吁民众爱理性。区队将针对相关同仁持续加强心理关怀辅导，并提醒执勤人员随时注意周遭环境，如遇有突发状况，务必迅速逃离现场，以保护自己为优先。也台中检方日前暗时对四川查甫人进行核讯，认定伊涉犯刑法妨害公务、恐吓危害安全这罪嫌重大，而且反复实行恐吓犯罪的疑虑，有关押的原因甲必要，向法院申请关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伫佛罗里达州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对面会谈。川普伫会前嘛已经先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讲1点钟的电话。川普是表示讲，双方特别达成协议咯。虽然目前双方将对顿巴斯的领土主权等关键的问题阁无共识，也毋过泽伦斯基嘛表示讲，和平计划草案已经协议到成咯，按说明年的1月会伫美国华府来讨论做最后的定案。伫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的时阵，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飞去美国佛州，甲美国总统 Trump 开2点半钟的关键协商。煞尾 Trump 伫咧记者会讲，伊甲泽伦斯基见面进前，就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敲一通真有效果的电话。双方的团队当咧针对要安怎甲战争结束来拍拼。Trump 形容这是这4年以来上晚和平的时阵。Well, I think look, you can say 95%, but I don't like to say percentages. I just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e could be very close. There are 1 or 2 very thorny issues, very tough issues, but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oday, but really we've made it over the last month. 泽伦斯基伫咧会议当中感谢美国团队的拍拼，甲和平的想法一点一点写甲真条文。伊讲20点和平计划有9成得到同意啊。尤其伫咧军事层面甲安全保障，乌克兰甲美国已经有100%共识，规定互和平会当久长。乌克兰准备放弃加入北约的申请，改用甲北约等级相像的安全保障协议。这项提议嘛得到真侪欧盟代表的初步支持。And we agree that security guarantees is the key milestone in achieving lasting peace, and our teams will continue working on all aspects. We also had a joint productive call with European leaders, like President Trump said already, and a lot of leaders, including NATO and the EU. 不过，克里姆林宫的立场也是真的。普丁照助手来讲，罗西亚是绝对未接受乌克兰甲欧盟讲的暂时性停火，认为这是互乌克兰哮喘的借口，敢会延长冲突。罗西亚要求基辅必须针对顿巴斯地区的领土归属做大胆的决定，就是要求乌克兰甲目前罗西亚控制的领土让互因。Для их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требуе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ечно, от Киева смел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идущее в русле работы, проводимой п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му каналу. Trump 嘛坦白讲，土地问题是目前谈判无法度过关的所在。伫咧外交谈判进行的上时，战火还未化。罗西亚讲已经攻占扎波罗热州的重要军事地古里埃普列，增加谈判的排子啊。Trump 甲泽伦斯基已经达成共识，会伫明年1月伫华盛顿召集欧洲领袖，甲这场自二战到今欧洲上惨的战争敲好煞。虽讲和平看起来真近，不过领土的问题若无达成共识，这场谈判可能遭受失败风险。国际新闻陈伟仁编译。2025年世界是真无平静，亚洲地区泰国甲柬埔寨因为界界的争议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嘛因为小天台湾甲中国拍歹关系，伫中东地区，以色列甲伊朗继续冲突，俄乌战争嘛拍袂4档咯，阁还袂收煞。咱嘛来回顾过去一档的国际局势。
2025年国际上有真侪大代志，像影响全世界的美国关税、电子全球经济、外交拢受到冲击。那美中伫咧川习会了后，美国对中国其他的税率是降到47%，美中无一直矛盾和。不过亚洲政坛也为受到国际关注的中国救伞阅兵。中国罗西亚和北韩的领导人罕见出现伫同一个场合，互外界解读做是新的反美电影。那台湾在地缘政治上，嘛是牵动民主电影真关键的一部分。尤其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的立场，嘛指出日中关系恶化，甚至在军事冲突也会升温的趋势。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在中方表达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后，还执迷不悟，拒不撤回。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容忍。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これ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国際社会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であり、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が対話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我が国政府の一貫した立場であります。战争的部分，亚洲嘛无平静。泰国和柬埔寨因为边界争议发生冲突，超过50万人有路无厝。另外，中东地区的加沙战争和伊伊冲突，拢伫咧美国总统川普超7了后协议停火。也毋过，俄乌战争已经战灭4档，当时的收缩和平方案是有关无进展。Все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за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ю они разрушат, развалят. 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свинки тут же включились в эту работу прежней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ї 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ї. 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вони не тільки бачили, а й реагували. Зокрема, партнери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які часто кажуть, що Росія начебто хоче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але з Росії звучить зовсім інша риторика, інші сигнали. 2025年国际冲突升温，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等，多个国家拢在增加国防预算，嘛拢呈现出对区域安危的不安。接续落去，2026年国际局势、美中对抗，也有台海关系等等恐惊，也是充满变数。记者卢长如、郑准友台北报道。过来消息来看，今仔台湾的股市指数又个创新高，台积电嘛起到1530块，嘛是创新高哦。今年因为人工智慧的带动，台湾出口的表现是真好。也毋过，中央大学公布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比顶个月降0.35点哦。学者是表示讲，可能是因为美国关税阁还未确定，民众哦还未安心。嘛，因为是科技业的景气好，也毋过服务业甲传统产业的景气是普普领领。年底要到啊，民众对台湾的经济也是无什么信心。中央大学发布台湾12月经济信心指数是64.3，比顶个月下降0.39。6项指标中，敢若物价水准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小可提升。其中4项指标分别是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股票投资时机和买内坑的财货，拢是下降的。学者分析，这和美国关税有关系。伊讲明年的经济状况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如果我们未来就是要在美国做很大的投资，那个在未来对台湾的影响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大。好，但是对经济、对股市的那个影响会不大一样。股市有可能继续涨，好，但是我们的经济可能会慢慢往下走。学者指出，虽然今年 AI 热潮，台湾出口表现真好，投资经业连续创新高，全年经济成长率超过7%。不过，一般的民众拢无什么感觉景气也是真歹。学者分析主要的原因和台湾就业人口有关系，因为目前台湾的就业人口也是以服务业和传统产业为主，科技业若旺，民众一般拢无什么感觉。半导体业啊，还有光电啊，等等的，大概占的是接近90万人口，所以这个大概是占全国人口的7%而已，剩下的这个70%呢，不见得是有薪资增长啊。学者指出，明年的经济可能会出现两边的极端。除了 AI 产业有发展以外，其他的传统产业、不动产相关产业、服务业拢较悲观。学者也呼吁政府持续关注传统产业，稳定民众的信心。记者李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
最近网络有一个陈志明医师讲一寡糖尿病知识甲治疗方法，也毋过是受到真侪质疑。事实查核中心嘛指出讲，这影片拢是 AI 做的。台北医总甲台大嘛拢表示讲，因的病院无即个医师哦。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会来理清医师法，看这款的 AI 影片要安怎处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志明医师。就是这个穿医生衫、自称陈志明医师的查甫人，最近伫咧网络抛出一影片，讲台北荣总甲台大病院研究发现糖尿病的原因，佮讲有患者接受新的疾病性细菌治疗会使好起来。不过两间病院拢讲影片内容无实，而且病院内底无这个医生。民众一般信赖这些大医学中心的医师有权威性。但问题是，这两家医院根本没有这个医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假的。事实查核中心讲，这影片拢是由一类多模态、阴性驱动的人物网架生成模式所产生的，就是 AI 影片。因为卫福部就指出 ，AI 虚拟人物开频道已经是趋势，爱厘清 AI 虚拟医师幕后的制作的人是毋是有医师的身份，这是管理 AI 虚拟品质。保障民众健康的关键。若幕后制作的人毋是医生，所创立虚拟的身份，佮自称是医生，发表医疗相关的言论，就可能违反医师法。那他对外是用医师的身份做一个社群媒体的影片的处理，但是他本身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后面要再去查。卫福部强调，若无医生的身份，是袂使使用医生的名来散布医学知识，会赶紧请法规会来解说，厘清医师法是毋是适合用伫咧虚拟医师，卖甲数位发展部 YouTube 频道继续来讨论，是毋是要求台湾的医师频道比较美国的做法，伫频道的说明栏公开合法职业医师的身份。公司新闻赖淑敏、柯嘉穗台北报道。这两天有民众去雪霸国家公园看雪，说室温昏迷无命。国家公园署嘛提醒民众要上山去看雪，就要评估家己身体状况，避免发生意外。沿途建筑可能会被雪压倒，步道湿滑，务必小心。雪霸国家公园的巡山员真用心提醒山友，伫落雪山区爱注意家己的安全，若身体不爽快，爱随落山，维护安全。冷气团发为台湾高山连续落雪结冰，部分山友上山来赏雪。雪霸国家公园连续发生2层山友失去温度昏迷等待救援的事故。立即与苗栗县消防局联络出勤事宜，该患者因状况严重，已呈现欧卡。除了苗栗县消防局指着一行6个人的队伍，其中1个人敢若失温昏迷以外，台中市消防局上款是指着一行5个人的登山队去爬雪山，1个人敢若因为失温失去喘气心跳，已经派人上山去找，也请这个空军直升机协助救援。一行5人，包括我们离山分队的3位同仁，还有武林管理站跟武林小队的2位同仁一起做抢救的部分。因现阶段天候状况不佳，积雪已达30公分，我们预计明日上午再尝试全力前往，是否能接触待救者。由关山地区的气候瞬时万变，玉山国家公园也发生2灾，因为失去联络也是今晚才转来引发的搜救案件，虽拢平安来撤案，可惜救援人员真无用。国家公园署提醒，最近山系活动风险明显升悬，呼吁山友爱小心评估天气自身的能力，做好万全的准备。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雪地三宝啊、冰壶、鞋子跟眼盔啊这些东西，卫星定位系统准备好。后面那一波的冷空气，目前是有达到大陆冷气团，北部、东北部有可能达到13、14度。不过，对着山顶低温落雪，却受民众牵马去舞领，相关单位依照国家公园法这法令来发。也若气象署强调，这波冷气团已经减掉，未来1礼拜依然受到2波冷空气的影响，尤其是拜5、拜6这波大陆冷气团南下，全台温度会明显来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昨天公布新增加2例天狗类境外移入的病例，是对住伫台南南区60多岁翁仔某因去菲律宾旅游回来国来了，确定讲去喂到天狗类。卫生局嘛已经大消毒，嘛来继续监控疫情。清消人员毋但针对确诊的客家工作地放喷雾罐封治，连外口也投入化学封治作业。台南市疾病公布新增加2例天狗节境外移入病例。
台南南区一对60多岁本国籍翁某，这个月19菲律宾旅游回来了后，自时开始陆续出现发烧的患者症状，热啊 PCR 阳性确诊天口热第4型。那国人如果有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等的旅游史，然后出现发烧及呕吐、恶心、头痛、骨头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请医疗院所要善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并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立即进行一个通报。因为考虑个人社区活动时间较长，天口热防治中心当日开疫情讨论会议，动员卫生单位甲区公所针对居住地、工作地甲活动地进行紧急喷雾罐防治，接触者送检，环境组成员清除甲带病蚊仔密度调查，各规划化学防治作业。目前已经全面消毒员继续监控。你个蚊仔爱定才会当迄落嘛，你啊天气冷啊，你即摆咱都。拢无网啊，照有那迄讲照 SOP 咧行，因为共款50公尺啊，迄个周围哦，环保局佫有来喷药啊。根据疾病管制署资料统计，甲今年12月18，国内已经有天口热19例本土病例，甲257例境外移植病例。台南市本土个案是今年10月3例。无探甲社区经过31天的检测，已经伫11月25解除。台南市卫生局呼吁，因为国际之间天口热疫情严重，而且境外移植病例一直在增加，各界应该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193县道七星潭路段困垮工程，本地是按算讲12月底要通车，也毋过因为去挖到苏镇的文物，所以部分路段都要先停工。县政府文化局嘛请专家学者来评估，即嘛是确定讲无文书保存的价值已经恢复工程了，按说明年农历过年进前会当通车。2023年5月开始动工的花莲193县道粉化的工程，伫2024年11月点新城乡嘉湾遗址附近，挖到一寡粗灰啊皮。县府文化局即时委托考古团队来取哦，文物已经清好势，场地判定无保存价值，会当恢复动工。确认它没有这个文资保存价值之后，我们才继续又施工。继续施工，当然我们还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是有施工监看，这样一来一回的这个。处理这些事情哦，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工程就是工期在这个区段delay 了，就是延长了大概5个月到6个月。县府建设处讲，目前整体工程已经是收尾阶段，因为新路甲旧路有悬价差，原本的网络电力等工线需要搁再调整，目标是明年2月，旧历过年进行完工通车。因为之前遇到这个遗迹的挖掘所以我们延宕了许久。那我们是希望说，在赶工的同时也要特别的注重与我们道路的安全措施各方面需要完善以后再来通车。193县道粉化工程伫花莲是争议不断，环保团队认为开这条路会破坏七星潭的自然景观。赞成开发的团体是认为会当有效消透大九线苏花公路往南到市区的交通。不过控诉控3地动了后，来花莲观光佚佗的人减真而多，193县道粉化了，敢会搁出现车阵，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公布水利署监测云林县地层下陷的情形，今年因为雨水较济所以地层下陷是无超过3公分。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搁继续来鼓励农民改种大土的作物，嘛会建议中央提悬补助。云林去年因为恶产的需求过去超抽地下水，致使地层下陷严重。为改善地层下陷的问题，中央地方今年提出不少水产转型的节水政策。根据水利署监测资料显示，今年云林县的下陷拢无超过3公分，是25档以来的头一摆。全县没有一个3公分以上的一个下陷的一个地区，这是有监测的一个结果，就25年来首次有这样的情形。主要的原因是归咎于就是它的水情在去年度水情比较好，而且它的一个接水作物的推广有明显的一个成绩。云县府水利处表示，云林准年下陷速率超过1档3公分的面积有247平方公里，去年是22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虎尾、土库、元长甲大埤拢是主要沉陷区。若今年全县无任何地区有明显的下陷，会继续推测生水的作物。到那时候刚开始淹的时候，它猛涨1整天的，
那你豆子不用啊，它只是把它弄起来种的时候腌那一次。那鼓励农民改种玉米跟黄豆等低耗的杂粮。那今年度已经推广了达104.8公顷，那每公顷以可以节水达0.8公吨来说，加上休耕的部分，一年可以节省1.2万吨的用水量。为鼓励高铁沿线水产转园，农粮署针对好买土库、关将、北港等下项明显地区提供节水奖励金，鼓励农民改种番麦、黄豆等较省水的杂粮，搁来持续推测并建议提供补助来改善地产下项问题。公司新闻王维雄分析报道。中华 KO 今仔开始到明年1月初4办24档才一届的大造节，35间公庙做伙造节，有庙听歌的菜山来祭拜，有庙是用750斤的米来做米粮，加强7天的大造节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麻烦公民众会当来了解地方的传统。庙方人员甲高丽菜贴甲悬，拢是为着24年一届造节来准备。中华 KO 定位2到开始到明年1月初4，选定25个里35间公庙联合造节，其中有民众拢总捐出3600粒的高丽菜，要贴做菜山来祭拜，非常壮观。就咱就即摆盛产期吼，就用一个这安尼较好看，别有特色啦，别人无咱用啦。这边有较难的，即阵大家经济较好啦，早期迄阵大家经济无偌好，迄阵拢咧做田。中华 KO 福安宫甲永安宫是镇内2大信用中心，也是联合造节的主办公庙。造节由来有侪种讲法，其中一种相传是福安宫伫起庙时出现真济蛇，地方认为是灵地蛇血，所以两间庙伫1929年的蛇年同齐造节，后来就约定俗成，24年造节一摆。KO 福安宫是经过3摆的拆迁，上尾一摆就伫1915年。重建完成，1929年来造节大拜拜，安尼已经经历到即阵是第5摆咯。很多公庙嘛有1天嘛有3天本来跟福安宫这种庙是7天的，以前很多活动为清朝的红山禁水，这红山都是以前的禁止打猎、禁水、禁止捕鱼。今年的 KO 造节，除了有来自全台湾各公庙的新兵同齐来感节，也有侪笑谈、肉山、花灯、米粮等等。庙方表示，造节是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嘛望透过活动，互民众欣赏造节文化的民俗艺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现代人拢真少在去查厝咯。嘉义市政府、南华大学佮日本合作起一间会当节能、佮有防灾甲防地震效果的查厝，这是一款新型的节能永续建筑的工法。那么做伙来了解。伫泡沫技术会环境内底、设计内底设计理念甲工法，即间台日合作做伙起的查厝，为建材成本甲折损工法，拢有结合节能的理念，透过南华大学教授详细说明。或社会对查厝有新的看法。一般对木构建筑它会有哪些缺点呢？比如说可能是潮湿啊，或是说在防腐啊，或者说在耐火的部分啊，然后就是有针对这些部分有提出相对的工法去做一些解决。木造住宅过去大家都有很多对它很负面的观感，那这个负面的观感，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实际的案子来让大家体会说。怎么样叫做木住宅的高品质、高性能，而且我们要控制它的预算是在大家可以接受、合理的范围。因为较早阿里山林业的发展，带动家己市的查厝文化，市内到呾阁有6000多间的查厝。过去较侪拢是用整修的方式来活法，时间长、成本嘛悬。市政府甲南华大学合作，为日本引进起查厝的工法甲观念。因为在电当常常拢是挂文字建筑，向来请一寡师傅，木造师傅用一寡以前的骨料啊，用孙家的方式起。但今仔日这个一般的民宅，毋是历史建筑，听起来都无共款，而且成本佫会更加足低。计划主持人表示，原地这间查厝坑咧无用已经20档。南华大学建筑系苏新甲日本的团队，用同步的时间为拆除甲重启，希望透过这种浸水池的体验感受，互民众对查厝会当有新的认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嘛去上海中园来参观哦。这个古迹最近这几档有返过，搁再活化利用，转型成做是文化地标。蒋万安是表示讲，台北市未来古迹的修复甲活化，会当来参考上海的经验。而且宜兰大地震，北台湾拢感觉会到，嘛互旧厝的安全议题引起社会关心。最近双城论坛老高无拜访到上海中园，经过整体修复甲活化再利用，成做文化商业的地标。张园，我知道是上海市相当具有指标性的历史园区，也透过修复再利用，让它活化。所以我们很希望这样的市政交流参访，带给我们台北市未来在相关的古迹修复、再利用、活化，能够有些借鉴学习的地方。上海中园目前正在进行中国规模上大的石库门建筑活化专案，数百只机器人甲大约7500栋的石库门建筑光管雨刷，通超出施工的空间来做地下的建设。英文文化局有老房子计划，有各种文资的修复之后的修复再利用的一个活化的计划。这次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安排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参访，能够借鉴张园这种历史名园的重新活化。希望能够接近上海这边老屋保存街区再生的案例，能够引用在台北的相关的都市再生的议题上面。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6都50栋的旧厝数量甲占比，以台北市上多有185900间，占比大概是20.71%，比重嘛是6都上介悬。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职业篮球球星林书豪宣布正式退休，将新北市的国王队主场有6500外的球迷来见证。伊的亲戚朋友和 NBA 演艺界真侪大名车，嘛拢来到现场祝福礼仪。让我们欢迎亚洲天王周杰伦。周杰伦雄雄出现，规场拢喊起来。12月28暗时，伊来到新北国王主场，做传奇球星林书豪退休仪式的神秘嘉宾。他骗了我，他说他今天晚上来不了。你就是要练我的歌，有这么正能量，对不对？有时候会忘记说，我竟然认识一个传奇人物。虽然现在毕业了，然后呢退役了，不过在人生的道路上啊，其实还很长。我们这些球迷一定会继续支持你。官邸敢若透过影片祝贺林书豪，而且要求莫搁练伊的歌的周杰伦，直接穿黑色的西装行入场仔来，互事先唔知影的林书豪真欢喜。伫个6500人见证之下，林书豪伫父母、兄弟、规家人的陪伴之下，徛上新增体育馆。就是这里那么多队友、教练变成兄弟，我家人一直支持我，包括我的信仰。当我往后看这4、5年，我就会想到这3件事。回顾这段对 NBA 金州勇士起步，伫纽约 Knicks 唱起来，落尾转来到台湾，协助新北国王摕到冠军的旅程。伊感性表示，这15冬来每一步拢是信仰甲韧性的见证。现场大金幕放送伊历来精彩的好球，当伊的旗仔挂伫球场顶头的时，全场球迷大声喊出 Linsanity， 向这个阿的篮球传奇致意。Linsanity forever。伫个仪式顶头也放上祝贺的影片，包括 NBA 总裁史佛、前队友魔术霍华德，也有演艺界好朋友丁子琪、林俊杰等人，拢录影片送来祝福。虽然正式退休，也毋过林书豪强调，这毋是结束，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伊会继续用林来疯的精神，鼓励更较侪追求梦想的少年球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职业篮球队杨基工程篮球队今年成军哦，主场头一战是请林志玲甲啦啦队做伙来跳啦啦舞来表演。第一马道林志玲竟然来到这人的比赛场，这回不是坐伫观众席，是穿啦啦队的制服，甲伊的身材展出来，甲杨基工程篮球队杨基查某囡仔做伙来跳舞。虽然已经是妈妈的身份，也毋过林志玲跳啦啦队也是真有活力，摇咧笑咧，充满甜美的气质。毋过伊坦白讲，迄当阵互人邀请上台，心肝内其实真烦恼。学妹那时候说：“姐，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然后我说。Are you sure？ 你要我这样去装可爱，这样适合吗？会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来了。
林志玲也表示，这届演出是因为甲董事长劳士元的太太，也就是伊高中的行为，为勇气工程篮球队的队史头一战献出人生第一届篮球赛欧演舞。伊也笑讲，家己是负责加油，现场带球迷做伙为勇气工程赞声。不用特别学娃娃音啊，好，来，洋基工程篮球队，加油加油加油！虽然林志玲已经去过真侪国际舞台，不过伊坦白讲，要甲真有活力的少年队员徛做伙，心态的调整比练习动作还阁较有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法国的电影明星毕基巴杜离别过身哦，伊食到91岁，伊少年的时有性感小野鸟的称呼，也毋过哦，伊伫正青的时就退出影坛，嘛说基金会来做动物保护。法国野党团旗女青毕基巴杜的基金会离别发声明，基金会创办人参主席毕基巴杜已经过身。Ultra connue en France, mais aussi à l'international. C'est une annonce faite par la fondation Brigitte Bardot à l'instant.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伫社群媒体答问，伊的电影声音声、毛病声甲动物热情，体现法国自由。国际媒体及时发出讣文，有一寡也未听到消息，来到巴杜徛家外口，地上卡片甲回溯表示哀悼。巴杜1934年出生伫巴黎，1956年主演电影《上帝创造女人》伫国际红起来，片中伊演一名年轻的女子，追求个人的欲望，无过传统道德束缚。跳万步舞的场面真迷人，挑战1950年代父权社会对女性期待。伊伫电影中解释角色，代表女性自由甲性感解放，演艺生涯超过50部电影、音乐剧甲电视作品，成做法国文化爱豆。巴杜1973年39岁时退出影坛，因为亚线风暴化，成做性感代表，无想要踏入做美女。加上捌伫1960年26岁生日迄日自杀未遂，将其尾伊放下命令，投入照顾流浪動物。En fait, si on veut rendre hommage à Brigitte Bardot, la première chose, c'est d'arrêter de manger les animaux, d'arrêter de les porter, de ne pas utiliser les loisirs qui provoquent de la souffrance aux animaux. Donc le meilleur hommage, effectivement, c'est de suivre... 有名反掠海岸运动人士沃森甲巴杜友吉甲志业外半世纪，两个人1977年伫加拿大海拔垃圾控制中相拄。伊认为巴杜会希望民众会记得伊是为动物权益发声的人，临时方叫做性感鸟啊。巴杜少年时特别反皮草，行上巴黎街路来示威。晚年继续反对皮草流行，政治立场更加偏向极右派。还发表对同志穆斯林甲移民的偏激言论，5摆因为煽动种族仇恨，和法国法院定罪。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北欧的寒人哦，一天出日头的时间拢真短，有当时有几天拢无日头。人哦，若是拢无拍力，嘛会出现一种叫做寒人郁卒的问题，甚至哦特别想要食甜的，危害到健康。寒人的天，规片白苍苍，这是北欧国家寒人的天拢会看到的情况。专家讲，长期日头若晒无够，是会干扰人的生理时钟，影响到困眠甲情绪，嘛会互人胃口大大增加。特别爱食甜的，也有一寡糖类，所以较熬肥，这拢是寒人的挑战。Poor sleep, it means that the sleep duration extends. It might be 1 to 3 hours longer. It doesn't refresh enough, so you are tired. So you crave for all that contains carbohydrates, sugars or starch, and eat those in great amounts, especially during evening hours. 除了人的神仙，遮尔寒的天气嘛，互人较无想要出去甲人搬暖，心情较高郁卒。全球几6百万人伫咧寒天有忧郁症，患者通常是伫咧秋季的时阵开始出现症头，伫咧春天甲热天症头会好落来。若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出现爱啉酒，甚至是去行地路，需要经过治疗，抑个食抗忧郁的药物。毋过，若要对抗忧郁，上介简单的方法，就是行出去到外口，加甲人搬暖。Because light has an immediate effect on your well-being to increase serotonin in your brain,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chemical to promote also. 对着镜头较轻的人，专家建议讲，会使用光疗的方法，照差不多1万粒克数的电火，模拟出早时的自然光，调整家己的身体。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